今年飛躍品牌大獎，主題係專業、創科、雙循環。經過評審委員會嚴格挑選，我哋一共選出14個得獎企業同機構，仲有5位出色嘅領袖。得獎嘅品牌同領袖涉及範疇非常多元化，佢哋喺各自領域都非常專業，而且仲會運用科技走得更前。大家好，我叫 Joshua， 我嘅公司嘅品牌係青木堂生涯及職涯規劃嘅中心。我想開始去講呢個品牌嘅時候呢，我好想講我自己嘅故事。我自己本身係一名隱青，曾經經歷過學業失敗，唔知道人生好迷茫，冇乜方向嘅時候，我都經歷過呢個階段。呢個都係我嘅故事，都係我成立呢個品牌嘅故事。本公司由2021年開始成立，原本係從事生涯規劃嘅工作，同埋從事一啲嘅培訓嘅工作。由2022年開始，見到社會上有好多有需要嘅人，包括喺精神健康或者心理健康方面有需要嘅人，所以喺2022年就開設咗心理治療嘅範疇同服務嘅板塊。本公司由短短3年嘅時間，由100尺嘅地方擴展到2000尺嘅地方。包括服務嘅使用者同埋培訓嘅人數已經達到4000人，非常感謝客戶嘅支持。本公司又榮獲多方嘅媒體、多方嘅機構去讚揚、頒發唔同嘅獎項，肯定本機構嘅付出。感謝 JCI Quizway 頒發飛躍品牌嘅大獎，對本公司嘅肯定同付出，同時亦係對本人嘅一個肯定。我哋嘅故事嘅初衷係由一個隱青變成一個粉青，都期望睇到呢個影片嘅你能夠鼓勵到你喺人生迷茫或者有一啲需要嘅時候，都可以揾我哋去尋求幫助，以致你能夠走出你人生嘅困境。